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“跋”，宝瓦跋第四条。跋本来是为翻译来的，意思就是出家人在食米的器具。落尾进一步，会当讲是在手底物件用来洗物件，圆形的铁啊，或者是灰啊，拢会当讲是跋。这个文音读做“跋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“硬跋”，这就是用来甲物件硬做粉的家私，亲像是细型的证据共款。第二个词读做“累跋”，嘛是共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即马累跋毋是干那用来硬药粉，因为侪伙人喙齿较烂，又搁需要食果仁，就会买硬跋来硬果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“跋”，这是鼻音。另外，本音读做“跋”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